好的嘞，好的嘞。你问题找了以后，咱们跟他列个表，告诉他特别简单的，然后能不能找一个就是测试 AP，就直接装到那个他们吴总办公室里头，让他自己先能好使。哪怕我在市面上买一个去呢，就装一个，给他拉根线装到他那儿，让咱们那个从他楼层交换机出来，到他那儿保证他的信号强度，然后当然也保证这个楼层的交换机和那个汇聚交换机之间的这个雾霾和那个时延要好。如果这个交换机之间没问题，只是 AP 点布放有问题的话，那我给他单独布一个，他起码能体会到网络的流畅吧。那我就吹一下那个，那个曼普，让他那一套东西，上次他跟我说过一套东西，让他尽快发过来。就是还是用，就是你这个产品的话，还是用就本来给他报价的产品来测，应该是最有说服力嘛。那当然是最好的了，但也无所谓。你看看，如果见面他那个发过来会没有10天过不来，那边我是想，今天6号了，这个月怎么得把合同签了，要不然咋弄啊？所以就说，如果时间是一个拦路虎的话，那不行，我就在老挝街面上找一个好一点，哪怕贵点就买一个，只要他们能连上，能走，反正是那个吊顶里布线嘛，也不会影响他们找他们 IT 的人，找他们后勤的人。现在应该不是 AP 那么简单，他这 AP 都是买的新的 AP，他这都是比较新款的 AP。是吧？ AP 不。